因为租金伤过悬，所引起争议的明伦社会主体，内面有一间明伦非营利幼儿园，初八初九开放予民众去登记报名，初十就会抽口啊，要家长特别请假来登记。因为这个幼儿园是新的，而且还有570多平，有真侪家长想要甲囡仔送来食。 等一下，请你帮我填写，就是所有资料都帮我填写。加报名的说明听好斟酌。台北市第一间办理社会主体内底的明伦非营利幼儿园，第一天开放报名，真侪家长唔惊寒，早起就来。因为之前的话是抽公托啊，那时候就候补到很后面，想说他是下学期才开始的，对，那可能比较有机会抽到。他现在就是第一次抽，因为他之前都在使用，就想说碰碰看运气。对啊，想说应该几率虽然不高，想说可以试试看这样子。 有家长来试手气，希望省学费。亲像有家长表示，囡仔即马读私立学校，一个月收费22000块，若抽到一个月才3500，无论安怎，拢爱来抽看卖。今天整个陆陆续续的从一早9点的报名状况，其实非常的好，我们也感受到家长的热情。这一次是期中开办，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是独立招生，所以从今天跟明天1月8号、1月9号2天9点，上午9点到下午5点以前，我们就是开放现场报名。幼儿园园长表示，要报名卡手要紧。本来台北市的非营利幼儿园，拢伫8月份就伫线顶抽口啊，即摆配合社会主体完工的时间，则特别用现场报名的方式，提供152个名额，收2岁到5岁囡仔，报名到初9、初10就公布抽的结果，刷落来若阁有名额，无抽到的家长8月份阁有机会。记者陈嘉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